喂，姐，我马上到医院里面来，我现在给王丽，我找王丽要钱呢。我等一下把这个钱要到了，我就马上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姐，行，我先挂了，我已经逮到王丽了。行，王丽，你把这个钱还给我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还什么钱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有钱还给你。不是王丽，你10年前借我的10万块钱，现在也该还呐。你看我现在我的爷爷马上要做手术，急需要这笔钱呢，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吧。我到你家里面去找你，你总是避而不见。我今天到你的公司来，好不容易待着你了，你今天必须把这个钱还给我。你爷爷做手术关我什么事啊？再说了，你还跑我家里去了，你现在又跑我公司里来了，你是不是想赢我声誉啊？赢你什么声誉啊？你要是怕的话，你早就把这个钱还给我了。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吧，这可是我爷爷的救命钱。我没有钱还给你，我有钱都买车买房了。你看你有钱买车买房，现在这个救命钱你却不还，你做人得讲良心呐。良心能吃饱饭吗？良心能买车买房吗？我告诉我良心早就被狗吃了。你不能这个样子说话吧。王主管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一会儿了啊！你的借钱怎么不还呢啊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听错了呀？你那么远，你怎么可能听得到啊？再说了，我又不认识他。你咋不认识啊？我刚才听你说了借他钱呢啊，说没钱买车买房了啊。老板，我好歹也跟着你有4、5年了，是不是？你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你怎么为他说话呀？不是，这是品行问题，知道吧？这个人素质问题，知道吧？老板，你让他拿出证据来呀！他说我借他钱了，是不是？那也有借条啊，是不是？老板，你是这里的老板是吧？那你今天必须为我主持公道啊！你看，当初我10年前借了他10万块钱，他说他很困难，我想着我们也是有交情的，我就拼尽了全部的力量，我所有的积蓄10万块钱，我全部借给他了。还没打欠条是吧？是啊，我就想着跟他关系好，我又没有多想。行，没事，你别着急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人当初借钱给你是情分，不借给你是本分，再加上10万块钱，人家拿出人家当年所有的积蓄，是吧？把钱借给你，而且还不打任何欠条的情况下，你这种恩情，这种朋友，你上哪儿找啊？咱们做人得知恩图报啊，是不是？不求你知恩图报，你最起码你把欠别人的钱，你赶紧还给别人呀。还有你现在急需用钱是有什么用是吧？是的呀，老板，我的爷爷现在下午2点钟的手术，那需要一大笔手术费呢，我现在就让他还这个钱，他就不认账了。你说他现在还要我拿欠条出来？你看看，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而且都是救命钱啊！你的良心是被猪油蒙的吗？啊！老板，但凡有一个人说我借他钱不还的话，我10倍给他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要10倍给我。这天地良心呐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如果说有一个人证明你借了我10万块钱，那么你双倍给我，那就是20万，你就给我等着瞧啊！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我相信你们都是正义善良的人呀。我当初借了10万块钱给这个朋友，但是他现在却不认账了，他说要我拿欠条出来，这可是我爷爷的救命钱呀！我希望大家帮我证明一下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请大家帮我点点，谢谢大家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我告诉你啊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知道吧？有些事儿你别以为做了不承认就没事了，有些东西它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，好吧？你等着。哼，老板，我告诉你，我借钱是看我的实力，我还钱是我的能力问题，你别管了。行，你还这么硬气是吧？如果有人支持他的话，好吧，你就准备20万还给他啊，好吧？然后从我公司卷铺盖垫，赶紧给我走人啊！可以啊。哎，美女，你们钱掉了呢。钱掉了你不知道捡起来呀？不是，这是你们的钱，你让我捡啥呀？往前走2步，你自己就捡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了你就捡起来呀。就是呀。不是你们的钱还让我捡呀？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这么多废话，让你捡几个钱还看得起你好不好？不跟你们一般计较。这孔子说的对，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。来，给你们。你没看看上面那么多灰尘，不知道擦一下给我们啊？就是。给你们，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掉下去的是2万块钱，怎么现在就1万块钱呢？是的，我还准备好好感谢一下你，带你去吃饭呢，结果你看钱少了，快看是不是你拿的？不是，等会儿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想得人呀啊！你们点钱掉了是吧？马上就叫你们转身了是吧？这一幕你们也都看得到，我让你们自己捡，你们自己不捡，我东了一下，我摸了一下，就你现在讹我2万变1万呢？谁讹你了？这个钱我刚刚掉下去的就是2万块钱，这另外的1万块钱肯定在你的包里面拿过来。哎，你干什么了？这我的包，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我的1万块钱吗？这是我的钱。什么你的钱？
好啊，你还是小偷啊，敢偷我们的钱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本来这个世道现在就是好人难做啊，你们现在这种干法只会让好人更心寒，更难做啊。他什么好人难做？你偷来了我的钱，你还有你了啊？不是啊，我要念不是你们两个人是个女的呀，我手早就上去了啊！你们俩这么嚣张跋扈，你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狼狈为奸！怎么说话的啊？我看你就是钱抽啊！这个钱谁也证明这个钱是你的呀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这就是我的钱。不是你还要证明啊？我当然要证明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今天把这个事儿证明清楚了啊！我一定去送你们俩吃免费的饭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我包你的这1万块钱的确是我的，他们的1万块钱掉了啊，自己不捡啊，反倒是拼命的让我去捡，捡完了反而故意来讹我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啊！这钱就是他们讹我的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咱们不能让好人做好事心寒呀！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你哪儿等着吧？哎，站住！哎，不是，你这上班时间，你把个鞋脱了不味儿啊，放在椅子上是不是啊？一会儿来客户了，这看着像成何体统啊？还会跟我们合作吗？这是我的一亩3分地，怎么？我翘个腿怎么啦？还你的1亩3分地，你还上班时间还在这儿啊？还在这儿玩手机打游戏啊？怎么啦？我玩游戏关你什么屁事啊？你家住海边的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少废话啊！你看一下现在几点呢？11点半呢，赶紧下去给我打一份龙虾饭上来，只要龙虾，不要饭。不是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啊，还要我跟你打饭啊？凭什么呀？啊，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呀？你是不是欠打呀？我说你这个人啊，还我欠打？我看你是欠收拾啊！我问你，你是谁呀？啊，谁把你招进来了？在这儿干了几天呀？别跟我废话啊！我让你去打个饭，是看得起你，还问我是谁把我招进来的？竖起你的耳朵，给我竖起来，好好的听着。来，我听着来。我的表姐在这里是厂长2把手，老板还要敬她3分呢。王厂长是你表姐是吧？怎么，你还认识她吗？一个厂长就把你嘚瑟成这样了啊！要老板真是你家亲戚，你不得在天上飞好几圈啊？啊，那肯定呢。你这样呢？你把你表姐喊过来了，我问一下她啊，是谁把她招进来的？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啊？还让我叫我的表姐过来，我就叫啊！别跟我指指点点啊！你要不叫的话，现在我来叫啊！我看你现在有多嚣张，我看你待会儿就有多狼狈啊！搞得像认识他一样。喂，王厂长，啊，你可到公司会客厅这儿来一下，赶紧的。我看你就像捉鼻子插大葱，装像啊！我装像啊！我一会儿我看谁装像啊！你等着瞧啊！就你这副模样，我告诉你，回家先学会好好做人，知道吗？你会不会说话？我做人挺好的，怎么啦？还挺好啊！哎，老板，你这么着急忙慌找我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问一下你啊，这是你表妹吧？哎，对，是我表妹。是你表妹是吧？让她上了几天班，去财务那儿把工资结了，赶紧给我滚蛋啊！哎，老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表妹上班上的好好的，她表姐，她真是这里的老板呀！对呀，这是我们严总啊！哎呀，刚才我不认识他，我让他去给我打饭，他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，他就放在心上呢。你赶紧求求情呗！哎呦，你怎么能够做这种事，还叫老板去打饭，这像话吗？行了啊，别废话了，你俩啊，好吧？我告诉你，员工来到这个地方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替你使唤，更不是来伺候你的啊！还有啊，就你这副德行啊，我劝你回家买本字典啊，你看一下那个人字一撇一捺怎么写啊？好吧，学会做人再出来做事啊！赶紧啊，让他引领工资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别，老板，你看我这个表妹，她刚才不懂事，多有得罪。她也是一个高材生，工作能力也强，我才把她安排在这个高管的位置。老板，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嘛？给什么机会？这叫高材生呀！啊，天天使唤员工，那以后在这工厂嘚瑟成这样，还指不定把我员工欺负成什么样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我滚啊！还有你啊，你如果再求一句情啊，你跟你表妹啊一起给我滚蛋！老板。你看你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你把我表妹开出来又开除我，你想想我可是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你鞠躬尽瘁的，你就开除我，我不服。我也不服。你们俩还不服啊？我告诉你们俩啊，服不服不是你们说了算啊，支不支持也不是你们说了算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支持我开除这两个嚣张又跋扈的管理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啊！2个蛀虫啊，赶紧给我走，走就走，像话。今晚比较忙啊，大家加一下班啊，加班费可是有200啊。
我这个卡里面有5000，你拿着，我有事，你今晚加班。不是，那你加一下班。我也加不了，我走了。不是，这全公司员工都这么有钱吗？啊？对了，密码。经理，你看你的空调修好了，一共是980。不会吧？你昨天说好的明明是300块钱左右，怎么现在一下子变成980了？你不是说好的就是上门服务费是200，然后那个什么插头啊、什么保险丝那小问题就100多块钱，一共才300块钱左右，怎么一下子现在成980了？啊，是这样子，你看你的空调那个保险丝是不是坏了？我给你修好了。然后那个插座那里也有点问题，我也给你修好了。然后你看这个程序里面也有点问题，我给你修好了。然后再给你加了一点氟，总共是980。不对呀，师傅，我们空调没坏之前那可是挺智能的，你怎么说它加了氟的？再说我去年我才加过1次氟，你加氟的话你也没跟我说，我也没看到你加氟呀，你现在说加氟就加氟了，你还要980，这个钱我肯定不会认的啊。你意思是说这个钱是不给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的空调我问你是不是修好了，是不是挺制冷的啊？制冷肯定是智能，没坏之前就是制冷的呀。但是你坏了之后，然后我看着这个程序不好，我就给你调了一下，然后再打开的时候，这个不制冷的，不制冷我就给你加了点氟啊。怎么？你意思就是说不，现在这个钱不给是不是？那肯定的，我也没看到你加氟，你也没跟我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不给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空调现在给你砸了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哎，怎么了？空调修好了吗？修好了，老板。修好了，还在那儿争执什么呀？老板是这样的，你昨天我在电话里面跟他沟通好的，就是上门服务费是200，然后那些小插头啊、什么保险丝呀，那些小问题一解决的话，总共才300块钱。他现在一来，他今天他说这个没有制冷，他把里面加了一点氟，说是980，但是加氟了，他也没让我看到，他也没跟我说，现在他就说要980块钱，我肯定不会给这个钱呐。是呀，师傅，你昨天说好的是吧？总共300块钱左右，你要是有多的别的费用是吧？你要提前跟我们经理说一声啊，是不是？那我问你，现在你的空调我给你修好了，你这个钱是给还是不给？不是说给不给的问题，知道吧？你有别的费用的产生，多增加的费用，你是不是要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是吧？我们了解了，是吧？确认了，你再动手，是不是？咱们该多少钱多少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的空调我现在给你修好了，你这个钱是给还是不给？不是，行，你这个改锥你别指来指去的啊，好吧？你这样吧，来，你把手机拿出来啊。算你识相。多少？980是吧？是的。我给你转过去了。以后有空调维修的问题还找我啊。行行行，你先走吧。老板，你干嘛给这个钱呀？他这分明就是讹人嘛！这分明是有一点在里面弄虚作假了，我也看得出来，知道吧？一般的这个行业里面，是不是他有别的增加的费用，他肯定要提前跟主人说，是不是？他要不说的话，那多多少少肯定有点猫腻，知道吧？但是为什么给他这个钱呢？你没看见刚才这个人这么急躁吗？啊，暴躁，还拿着个改锥试来试去的，是吧？多危险！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怎么说呢？大环境不好，知道吧？可能每个人呢都比较浮躁，每个人身上的压力啊、焦躁啊，他情绪都不是特别稳定，你知道吧？犯不着跟这种人就是怎么说呢，去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执，是不是？你万一他哪一点想不开，哪一个弯儿没转过来，是不是拿着改锥是吧弄一下，他得不偿失的，是吧？咱们都是有家有口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你也家庭幸福美满，现在事业有成，是不是？上有老下有小，没必要因为几百块钱跟这种人是吧？下次不找他就完事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样，把自己过好就行了，其他的事儿能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，知道吧？行，别的没事儿呢，该工作工作，好吧？记住啊。行。等一下，你见到我们怎么不打招呼啊？现在是什么封建社会？我看着你就打招呼啊！我是来这上班的，又不是来这当空姐，看着你说房漏吉祥。再说了，我给你喊加班费的时候，你根本没听见呢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这个态度，你看不惯我，去干掉我。老板，你看这都什么人呐？没事，现在的90后、00后都是这样，知道吧？不过你看他那个小嘴巴巴的，挺厉害的，知道吧？以后工厂公司的这个销售的职位，知道吧？如果让他去胜任的话，知道吧？肯定大有一番作为。你这样一会儿通知人事那边，下个月工资起，给他赚条5000，知道吧？走。哎，大姐，你在我工厂门口等着干啥呀？我来给我老妈要工钱的。你母亲要工钱？你母亲是谁呀？干什么的呀？姓什么呀？我母亲姓李，姓李，是给你们食堂送菜的。哦，给食堂送菜那个李阿姨是吧？是的。那她自己怎么没来呀？她这不是在家里面菜园里面割菜的时候用镰刀把脚腿割伤了，现在都感染了，在医院里面住着嘞。这么严重啊？是的。
不是，那多长时间的钱没结呀？这个3个月都没结的，我老妈现在就等着这个钱，医生说等着这个钱做治疗了。怎么会3个月没结呢？我以为你就是来结这1、2天的钱呢啊！正常我们的这个菜钱你们当天送过来是吧？当天就马上给结算的呀，3个月没结。是的，我前天听见我老妈给你们那个主管打电话，说3个月都没给她结了。我记得跟食堂对接的是那个王主管是吧？是的，好像叫王梅。行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啊，好吧？问一下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老板。你看这事儿呢，喂，王主管，啊，你到公司门口这边来一下啊。行，一会儿就过来了啊。我问一下具体怎么一个情况啊？老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认不认识他？哦，我认识，好像是那个李阿姨的姑娘吧？是你的姑娘，你知道她今天为什么来吗？为什么呀？她说3个月菜钱你没跟你阿姨来结啊？怎么会呢？我都结给她了。结给她了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到底结没结？没结。那为啥没结？人家现在你阿姨啊，在收菜的时候不小心镰刀割伤了腿，现在搞感染了，在医院现在很严重啊，就等着钱做手术了啊！你还3个月不给人家结菜钱啊？老板，我不是家里面有点事，那个钱我挪用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挪用了？你挪用别人的钱？那上一个月不是我老公他看上了一辆车嘛，那付的那个车钱的那个首付，那差一点钱，我把他那个钱就垫付去了。你这边要买车，你挪用别人的血汗钱，人李阿姨辛辛苦苦种点菜，收割点菜，是不是提供到咱们食堂卖点菜容易吗？啊，风里来雨里去的啊，还平时来养护打药的啊，你这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，你把人家买菜的钱你都给黑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车是不是你有钱就买，没钱就不买，是不是？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下班之前啊，你赶紧去把这样人家的钱赶紧给我如数归还到位。如果归还不到位的话，我没你好果子吃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老板，我下去筹钱。赶紧去。是这样啊，那个你阿姨现在是在哪个医院？是？老板，我老妈现在在人民医院呢。人民医院是吧？是的。你这样啊，现在手上缺钱是吧？我这样呢，我看我包里啊，我也没拿多少钱，今天呢，我包里呢正好有1万块钱。你把这1万块钱先拿着，先去给你阿姨呢去交这个住院的费用，好吧？别耽误病情，知不知道？老板，这个钱我不要，我只要我老妈的。我知道，一会儿我会让那个主管待会儿跟亲自送到医院去的。你把这个钱先拿着。你这样吧，你阿姨这个人呢也挺面善的，我也挺喜欢她的啊，跟我母亲一样啊，也是一个心善面善的人。你把这个钱拿着呢，咱们俩一块儿呢到医院去看望一下你母亲，好吧？谢谢老板了，行，真是好人啊！你这样呢，你先到下面去，到我车旁边去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马上拿个东西下来，好吧？好的，老板，行，你先过去。谢谢你啊，没事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的做法，如果觉得对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。老板，你看，就是他不去修机器，现在导致生产线上都停工呢。那工厂的100多号人，那都没有活干呢，都在那儿闲着。不是你工，你咋不去修机器呢？那你得问他呀，咋回事？哎呀，老板，他上个月在那儿很清闲，我看他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这边王阿姨不是生病休假几天嘛，我就让他到这边来顶替2天。谁知道现在机器坏了，让他去修，他就不去了。老板，你别把话说那么好听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把我调到这里来，想把你表姐顶替我的位置，看我1个月18000的工资，眼红是不是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血口喷人呐？行，都不要吵了啊！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啊！是这样，李工啊，你看啊，现在工厂7、8台机器坏了，是不是啊？工厂办拉人数都在那儿闲着，工厂现在一天损失100多万呢啊！你现在赶紧呢，先去把机器修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下个月工资我给你上调8000。至于你刚才和主管说的这个事儿，我一会儿马上下去着手调查，如果属实，我绝对还你一个公道，你看怎么样？老板，你也别在这里跟我说风凉话，你也别在这里跟我画大饼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工厂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还不干呢嘞。老板，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？你干脆把他开除得了，我们再重新招一个机修工师傅。开除什么呀？他一个机修工是不是？你把他搞到这儿来打扫卫生，他心里作何感想啊？不心寒呀啊！我让你一个主管，我让你到外面去洒大街啊，你心里作何感想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机修工越清闲，那代表是把工厂的设备维护的越好，工厂的后方越稳定，是吧？不耽误生产啊！你怎么反而羡慕嫉妒恨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赶紧去把他给我请回来啊！如果请不回来的情况下，你永远也别回来，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赶紧去呀！大姐，大姐，啊，主管，我给你发工资了啊，发工资了。是的，
本来是发5000的，现在给你发1万块钱，你做完今天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主管为啥呀？因为我亲戚要来，所以我要他顶替你的位置，你做完今天就不用来了哈。哦，钱给你。啊，你看这又聋又瞎的，哎呀嘞，真的太难沟通了。大姐发工资了，大姐发工资了哦，老板你好，是的，发多少钱呀？发了1万。发了1万呀？怎么发这么高工资呢？老板你说啥？我说怎么发这么高工资？哦，主管说这是2个月的工资，一个月5000，他多发了1个月，叫我明天不用来了。明天不用来了。老板，你能帮我看一下这钱？我眼神不好，看一下有没有假的或者少的没有。我看一下。我说你这在哪儿捡的呀？这全部是练功券啊！老板你说啥？我说这全部是练功券，你在哪儿捡的呀？谁给你发的呀？这是王主管给我发的呀！这狗日的王主管怎么给我发假钱呀？我说你别着急啊，你先别着急。老板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呀！你这样了，我一会儿跟他打电话，我叫过来问一下，看怎么回事。好的好的。然后他刚才说让你下个月不用来了。是的，说让他的亲戚来顶替我的位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别着急，我把他叫过来啊。好的。来，你先拿着。这咋情况啊？干这种事儿。喂，王主管，你可到这个会客厅这边打扫卫生证来一下。不像话。老板，你找我啥事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这个月怎么跟他多发了5000块钱工资啊？给他多发5000块钱，这不是看他眼神不好，然后耳朵又聋吗？有时候做事慢慢腾腾的，我就想让我的亲戚来顶替他的位置。你还说的这么大义凛然，谁让你亲戚来顶替他的位置了？你亲戚要来走正常的人事部是吧？流程考核，能进来就进来，进来不了拉倒，是不是啊？我为什么安排在这儿？他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，是不是？他能在这儿有一份工作是吧？能挣点钱养家糊口啊？你还把他开除掉？而且还有啊，这个钱你自己看一下，来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啥？这怎么了？这全部是练功券，这怎么了？老板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个钱又不是我发给他了。再说了，今天又不是愚人节，是不是？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你不要狡辩啊，也不要抵赖啊！不是这个钱是不是他发给你的，大姐？是的，老板，就是王主管刚刚发给我的。听清楚没有？老板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再说了，这个事他是要讲证据的，你怎么能证明这个钱是我发给他的呀？不是。你是看着公司这2天监控路线坏了是吧？你现在跟我来这一套，跟我这么狡辩啊？老板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啊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啊，公道自在人心啊！你不要觉得你干的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。我告诉你，来啊，我今天让你心服口服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这个练功券到底是不是这个主管发给这个保洁大姐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右边帮我点播，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如果真是他发的，好吧，我一定要将他开除。走，牛工。来，小薇，这是技术部新来的牛工，到你这儿来学习一下制表，你带一下他。我带不了。不是为什么带不了啊？为什么老板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他一个新来的，你给他开1万2的工资，我给你干了4、5年了，你才给我开5000啊？不是啊，第一，你们工种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工资肯定有所不同。再说了，他在技术部那边现在来帮你学习这个制表，是不是也是来减轻你的工作压力，对不对？也是能提高工厂的工作效率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带不了啊？老板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漂亮，反正我带不了，要带你自己带，我走了，我还不干呢。不是这个咋这么暴脾气呢？这怎么哪儿有电话手机是？哎，这怎么有个包呢？这里面还有钱，这么粗心大意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你捡到我包了吗？啊，我在这儿是看到有一个白色的袋子啊，里面还有钱呢啊。好，你在那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行，我在。诶，怎么地址没说完就挂了呢？这么粗心大意呢啊，真够粗心的。我看一下，3万块钱呀，好家伙。是你捡到我的包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啊？哎，我在附近，刚好就来了。哦，是你的手机是吧？你解个锁看一下啊，是不是你的？指纹解锁，你看一下。行，那解了，确实是你的啊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咋了？哎，我这里面明明是5万块钱，怎么现在成了3万块钱呢？啊？不是，我刚才看见就3万块钱，我还特意看了一下。
哎，不是，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拿什么呀？哎，这我的钱。刚好就2万块钱，凑起来就是5万块钱，不是你拿是谁拿的呀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故意在这儿讹人的呀？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钱就是我的。不是啊，刚才电话没打完啊，我地址都没说在哪儿捡到的，你啪叽啊你就挂了啊，然后没1、2分钟你就跑过来了，我现在深度怀疑啊，你是故意在那儿下套子是不是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什么叫下套子啊？我在这里玩的时候，然后我走的太匆忙了，我就把包放在这里了，怎么了？怎么着啊？现在编瞎话，他编的有点口齿不清了啊！你再说啊，这是我的钱啊，好吧，赶紧把钱还给我啊！哼，这是你的钱是吧？嗯，上面写你的名字吗？你叫他，他能答应吗？真的是。不是你这小姑娘说话怎么这么蛮横不讲理啊？这钱他又不是个活物是吧？那你叫他，他能答应吗？啊？哼，我告诉你，但凡有一个人说这个钱是你的话，我双倍给你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要给我个说法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要给你说法啊！我告诉你，小姑娘啊，本身现在这个世道是吧，就是好人难做啊。你这么干的话，只会让好人更心寒。你还要证据，要说法。我今天要不把你绳之以法啊，你完全就不知道公道2个字怎么写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这个钱2万块钱是不是我的？我好心在这儿啊，看到他的包里面有钱有手机，等着他来拿啊，他还想讹我啊！现在本身就是好人难做，好吧？请你们一定要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。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啊，对不起，阿姨。哦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小朋友，你走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也别走，来。不是小朋友，你看一下你兜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的1万块钱呢？这钱是干什么用的呀？给我奶奶救命的。在医院呀？嗯，不是啊，他这1万块钱，你是自己拿出来还是怎么着？是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他的钱了啊？他把我撞痛了，我还没找他，我歪嘞。不是，我刚才在后面2个眼睛我都看到你拿他的钱了啊，撞了一下你就顺手牵羊牵走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是要讲证据的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把你送进去吃免费的饭，你信不信？你还送我进去吃免费的饭？我看你是想进去吃免费的饭是不是啊？你还想要证据？来，我今天就证明给你看看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这个小朋友的1万块钱是不是这个人拿走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。这1万块钱可是这个小朋友老人的救命钱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老板好。哎，你好，保安大姐。哎，你是我工厂的员工吗？没见过你啊。老板，我就是小王的老婆。哦，那小王是吧？啊。那你怎么在这儿站岗呢？他人呢？因为他被你们新上任的那个人事经理打到医院里面去了，在住院。打到医院住院？是啊，老板。不是，还有这回事啊？对呀，都住院3天呢。那太不像话了！不是，那你为咋在这儿站岗呢？是我老公说他还有3天，那可以拿到公司的全勤奖，所以让我在这里顶替2天。哎，那你老公那边有人照顾吗？没有，老板，我就和我老公2个人在这边上班，然后也没有亲戚什么的。哎，你看你们也是为了生活不容易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人肯定比这个工作、比这个站岗更重要啊！你请个假是不是？你赶紧需要去照顾你老公啊，是不是？你为了这3天的全勤奖，是不是？你老公现在一个人在医院，没人照顾，知道吧？那个经理是不是前1个礼拜那个厂长招过来的那个新经理啊？对呀，就是他。这样啊，太不像话了！我给他打电话，我给厂长打电话啊，我让厂长把那个。
好跟人道个歉，好吧？道完歉之后啊，去财务那边把工资结了，赶紧给我滚蛋啊！这事儿我可以不追究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，听明白没有？老板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还赔她老公的医药费，你还把我开除了。你要掂量掂量，我跟我表哥在这工厂里面占有多重要的位置，和保安相比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到底是谁重要？你还把我开除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六9等啊！就你跟你表哥这种品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个医药费你要是不赔，我决定追究你的后果啊！你这种愚蠢的做法，我看没有一个人支持你。还没有一个人支持我，就你们这种品行呀，还需要有人支持我吗？啊！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我相信看视频的家人们都是心地善良、淳朴的人啊。就这种嚣张跋扈的经理，还有他的厂长表哥啊，你们觉得我该开除这种嚣张又跋扈的主吗？觉得该开除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赶紧给我滚啊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啊！走！哎呀，你这样呢，大姐呢？现在呢，你老公是在哪个医院？是在人民医院。人民医院是吧？你现在这别站岗了，我给财务打个电话啊，我让他们安排一个保安过来，先替你的岗位，我跟你一块儿去看望一下你老公啊，看我车过去。太谢谢你了。没事啊。喂，王阳啊，你现在保安亭这边，你赶紧安排一个人过来啊，代替一下。好，赶紧过来啊。行，已经打完电话了，你不等他了啊，你把保安服脱了吧，咱们就直接赶紧走吧。行，路上脱吧，走。